针对俄乌战争的问题，川普表示，美国特使维科夫有和罗西亚的总统普京针对停战来协商，嘛有重大的进展哦。美国有一个官员就表示，总统川普有可能上紧伫咧后礼拜，就会和罗西亚的总统普京见面。美国白宫的一位官员讲，总统川普可能上紧后礼拜甲罗西亚总统普京当面会谈。川普想要促成俄乌战争停火协议。 会议的时间甲地点也未安排，但是川普对甲普京也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三方会谈可能性持开放的态度。若是川普甲普京真正见面，将会是川普第二遍选调总统了，两个人第一面见面，也是俄乌战争爆发3年来重要的里程碑。不过，俄乌双方伫个主要诉求依然差真多，所以这项会谈并无法度保证战争就会当结束。相信报道相关消息的是《纽约时报》，消息报在进前，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即甲普京伫个克里姆林宫见面。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today? 川普伫个社群媒体讲，魏科夫伫乌克兰的问题得到正大的进展，这边的会谈效果真好。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в частности по украин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были переданы некоторые сигналы.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сигналы получены и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即嘛也唔知影普京或者是泽伦斯基是唔是已经同意要甲川普见面？泽伦斯基伫个魏科夫甲普京的会谈了后讲，已经甲川普通过电话，几多位欧洲领导人也同时伫咧听。 Ц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робити це чесно. 川普今年是也未甲普京见面，不过伊伫第一任期内面，不甲普京会谈过5遍。川普吹拉讲，已经甲美国伫咧欧洲的盟友说明上新的进展，并且讲因希望伫咧数落来几天内到几礼拜内共同推扫结束俄乌战争。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